近來港車北上，我就中意介紹啲朋友嚟順德玩，食下嘢，順便住返晚，因為呢度啲民宿真係相當靚㗎。好似呢間叫藍舍，充滿設計感，而且亦都獲獎無數，設施齊全，仲有埋自己嘅停車場添。佢哋嘅服務態度真係一流㗎。我媽媽嚟鳳揀，指定要住藍舍啊，因為佢哋有電梯。你睇下啲房間幾大幾乾淨，而且收費真係一啲都唔貴啊，400零蚊一晚，咁嘅質素真係物超所值啊！仲有，哇！佢哋包埋早餐嘅，你睇下呢個早餐好精緻，好好味。如果你仲嫌貴嘅，我介紹你呢一間城外簡居啊，佢哋嘅服務態度亦都十分親切。佢哋呢度主打嘅就係位置好，價錢平，100零蚊晚。地方乾淨企理，床頭仲有垂滑梯添。喺鳳揀行完食飽飯，上嚟呢度天台休息下，欣賞下呢個美景，已經值回票價啦。